早前喺康城社區會堂舉行咗第6屆坑口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日，一入場就被濃濃傳統氣息包圍。舞麒麟、舞貔貅，每個動作都藏住新界數代人嘅傳承，仲有其他表演，客家功夫、太極功夫線，大家睇得都好投入。現場有新界經典非遺技藝，師傅即場示範花燈紮作，小朋友們都學得好認真。客家茶果製作同講解，由技藝到飲食，展現出新界嘅文化底蘊。呢一場坑口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，承載歷史、記憶同精神，俾更多人認識、喜愛、守護新界非遺。讓老技藝不褪色，讓鄉土文化代代相傳。